每一年6月7日是世界海洋日，华视新闻杂志特别来制作着为海而战的系列的报道。头一件，咱就来关心鲸豚保育这个重要课题。全世界的鲸豚大约有80种，台湾附近的海域都有30多种，所以守护鲸豚，台湾是扮演真重要的角色。但是，敢若是2019年一年，都高达150只的鲸豚伫台湾的海岸来靠搭，人类救援成功的存活率只有1成到2成。为什么鲸豚靠搭的案件一年比一年较多呢？专家来分析，海洋污染、破病感染，甚至渔业的冲突，拢是摧残这海洋生命的原因。华视新闻团队专工到台南、桃园甲基隆，专程来记录到第一线的保育人员抢救鲸豚的感动人的画面，咱做伙来看。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，不能说是救援，我们把地球搞成这样，我们要把它平衡回来。是哦，孩子。好，对，好。好，孩子，开啊。会搁浅上来被你看到的孩子，都是那种严重到可能濒临死亡的孩子，才会让你看到。对。3、2、1，到。这个海洋囝强要袂喘气，真紧张，尾一直偏，身躯拢是练上欢的时，和大少挂着伤的空喙。虽然他的呼吸、心跳，呼吸太快，心跳太慢，代表紧张嘛，很重拉。接了，底下来加。生气，不是。你讲哦。真无简单，甲刷震动，不过这是头一道难关尔，沿路就会用海水加蓝毛淡。关键就是爱确保伫过程中，伊袂停止喘气，断送生命。喝水啊！哎呀，后面来。前后用7点钟，救援人员总算将这只海洋囝送上车，赶紧后送到基隆北岛渔港的急救站。尾巴在这边，好来，1、2、3，好，头还要再出来一点点。经过无平的路，这只海洋囝挖靠真强的生命力，有渡过难关。志工体号名叫做小马蹄，体会检测了发炎的指数拢正常，情况稳定，救援团队才松一口气。他的确身上有些旧伤，可是对于鲸豚来说，这些伤并不致命。这一只的活动力算是比较好的。那至于它为什么会搁浅，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要先把它带进来做一些检查。时间拢回溯，另外一波救援嘛伫南部展开。为4月25到5月初3规定的虎鲸囝，伫高雄港边甲嘉义布袋港近海出入，总共有17只虎鲸囝靠搭，最后干那一只掉伫肉粽角的虎鲸囝，互人救起来，一只等于大海的畸胎拢无活，经过解剖，确定死亡原因是急性的感染。有，吸进去了啊！这什么东西？它是就是卡在消波块，然后被救上来的。同一批搁浅的小虎鲸死亡的，它们的肺部都有问题，这只也不例外，它的肺部是有感染的状况，所以我们持续的在给它用药。兽医师甲管理员饲物件，志工日夜轮班24小时，出来收水复健。这个虎鲸囝经过个月尾恢复真顺利，这个量为3公斤，达到标准的7公斤。有时候这个进来的海豚呢，大概需要开嘴去塞它喂食的方式。那所以说它有办法去追食物。那其实这是一个还不错的现象。
在台湾每到4、5月份，就会出现虎鲸囝集体扩大，专家分析讲，可能跟人为的搅扰有关系。4、5月的集体搁浅，已经在过去10年来都是集中在台南跟高雄。这些小虎鲸的身上有很多的疾病，这些我们都已经知道了。但是我们认为这些疾病都是一个结果，就是前面要有一个原因造成它的整个群体的走偏方向。然后让他们的食物上面可能还出现缺乏，这就是我们认为应该是跟这个人为的军事活动这些是有关系的。2020年，一只大只蓝鲸铁道鲸的死，秘书是替台湾鲸豚保育卡乡经过证声。伊是现有上界大型的饲灵类动物，嘛被称之为世界上水的生物。也无生命最后一刻，却是掉伫台湾的东海岸，好希望低调的身躯，震撼保育人员的心。4月7日，一只瑞士海猪嘛伫所有海岸扩大，抢救后捌复原，至今佫替号名叫乌苏，也毋过3天后，却因为心脏病来死去。5月7日，桃园一只臭气海猪活体扩大，较无2天就死去啊！解剖了后，保育人员伫个胃内底发现塑胶粪素，互人真唔甘。这款的悲剧，人类真的是无法度推卸责任。去年在花莲那边也有一只灰鲸妈妈，我们在海上几乎不会看到的，但是却看到它躺在沙滩上。结果我们真的剖开的时候，发现它肚子里面大概有30几公斤的塑料袋，但是完全没有食物。而且我们居然在它子宫里面发现一只很大的胎儿，好，所以这很明显是我们人类造的孽。依照统计，台湾鲸豚扩大的数字一年比一年较侪。2019年总共有150只鲸豚扩大，是有史以来上侪一年。不过今年的数字更加袂使无重视。到5月26日为止，全台湾鲸豚救援通报都有91件，总共103只扩大，走了已经超过去年的一半，真有可能会阁创下新纪录。在扩大的个体内面，往往救的活的比例干了1成到2成。海洋塑化物的污染是非常可怕的，好，不管是看得到的，甚至是塑胶微粒你看不到的，还有更可怕的有机汞，甚至是多氯联苯。然后现在还有很可怕的，我们在清洁剂或者在美容用品里面可以看到奈米银，也出现在鲸豚的神经系统里面。那这都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灾难，可是我们却浑然不觉。船只的噪音以及船只的撞击这2件事情，海豚是靠声音在海里面生存，所以当噪音很大的时候，它生存的环境上面就品质就不会太好。那甚至在国外还有其他研究发现说，当噪音很大的时候，海豚被船撞击的几率就会提高。除了海洋污染、破病感染、和渔船弄到、甲无适宜掠到，这拢是造成鲸豚扩大死亡原因。渔民甲海洋海底之间的冲突，要安怎解决较好？它身上有一些切割的伤口，甚至是直接被人类切除尾鳍，或者是胸鳍，或者背鳍的这些证据，都不是渔民故意要去捕捉这些海豚，而是在做渔业作业的时候不小心，这些海豚就是被渔网缠中，然后死亡。这样子的混货，可能一年哦，会有数千只海豚是因为这样子死亡的。如果你想要外销渔获到美国，你必须要提出一个证明，就是你的渔业方法是有在减少这个海豚的混货的，藉由这种贸易上面的制裁，让全世界的这个误捕或是混货这个状况可以好好的被管理。海洋出现危机，提醒咱必须要正视鲸豚的死。这样子很不舒服。第线救援者人称抢过的过上下，全力抢救海洋海底已经15天啊。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，不能说是救援，而是只是一个赎罪或者一个颁证过来，也就是我们把人类所造成的变数尽量去弭平，几家就消除，然后动物它就会自己找到出路。我们把地球搞成这样，没有把它平衡回来。这样看是看不到。对。你不要猜。杨伟成，这是台湾大学兽医系副教授，兼是全台湾少数的鲸豚兽医师。李宗翰伊的头路是保险的业务员，却是有一个鲸豚梦，除了抢救性命，因更加想要解开鲸豚的死亡之谜。对啊，你看它，对。
船体是尖的，不行，你这样过来，通常就是它上来换气，鼻孔在这边嘛，然后真要下去拱起来的时候，碰一下。会搁浅上来被你看到的海豚，不只是急诊式的海豚，而是那种严重到可能濒临死亡的海豚才会让你看到。为什么我们这些动物就是死亡率这么高，你还要继续做救援？那能够支持我的唯一的原因，就是因为，如果你可以救援这些，你可以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的经验。有一天，如果有一个濒临绝种的海豚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才有能力可以帮助它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一辈子在追求，就是我们对这个动物的热爱。这些鲸豚救援都一直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究竟对海洋做了什么？那为什么是他们来承受我们人类的错误呢？那我们对海洋的资讯也不够多啊，我想真的有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跟资源去好好的研究这一块。台湾的海洋保育会使做什么款的拍拼？更多的大规模的这种海洋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。国民教育的部分，我觉得已经进步的非常多。那我觉得下一个要做的就是高等教育。高等教育的部分就不会是只有单纯认识什么是鲸豚了，而是怎么样去研拟保护它的方法。一场感动人的救援未结束啊！这只海洋囝健康真稳定，保育人员成功送伊转去。看到这只细只的观察头小马伫大海自由自在受水的迄个时刻，所有人嘛拢深深望伊唔通好转来啊！你看2只白的，后面这个不白的一直不会增到3只。海洋海底的生甲死，带予台湾生命的反省，嘛是一门上爱写实的生态课程，提醒你我人类甲海洋生物必须设法找找共存，达到影响海洋的保养已经袂使找啊。